9点了。写完诗，领任各位同学晚安。今天由后学导读，请将麦克风关掉。恭送太上清净经。老君曰：大道无形，生育天地；大道无情，运行日月；大道无名，常养万物。吾不知其名，强名曰道。无道者，有清有浊，有动有静。天清地浊，天动地静。男清女浊，男动女静。降本流末，而生万物。清者，浊之源；动者，静之基。人人常清静，天地悉皆归。夫人神好清，而心扰之；人心好静，而欲牵之。常能遣其意，而心自静；诚其心，而神自清。自然六欲不生，三毒消灭。所以不能者，为心未诚，欲未前也。能遣之者，内观其心，心无其心；外观其行，行无其行；远观其物，物无其物。三者既无，唯见于空。观空亦空，空无所空，无亦无，无既无。湛然常寂，即无所极。亦岂能生？亦既不生。其事真静，真常应物，真常德性。常应常静，常清净矣。如此清净，见入真道，即入真道，名为得道。虽名得道，实无所得。为化众生，名为得道。能悟之者，可传圣道。老君曰：上士无争，下士好争。上德不德，下德直德。执着之者，不明道德。众生所以不得真道者，唯有妄心。既有妄心，即惊其神；既惊其神，即着万物；既着万物，即生贪求；既生贪求，即是烦恼。烦恼妄想，忧苦身心，便遭着入流浪生死，常存苦海，永失真道。真常之道，悟者自得，得悟道者常清净矣。恭送太上清净经第2遍。老君曰：大道无形，生育天地；大道无情，运行日月；大道无名，常养万物。吾不知其名，强名曰道。无道者，有清有浊，有动有静。天清地浊，天动地静。男清女浊，男动女静。降本流末，而生万物。清者，浊之源；动者，静之基。人人常清净，天地悉皆归。夫人神好清，而心扰之；人心好静，而欲牵之。常能遣其意，而心自静；诚其心，而神自清。自然六欲不生，三毒消灭。所以不能者，为心未诚，欲未前也。能遣之者，内观其心，心无其心；
外观其形，形无其形；远观其物，物无其物。三者既无，唯见于空。观空亦空，空无所空，所空即无，无亦无，无即无。湛然常寂，寂无所寂，亦岂能生？亦寂不生，即是真境。真常应物，真常得性，常应常静，常清净矣。如此清净，渐入真道，即入真道，名为得道。虽名得道，实无所得。为化众生，名为得道。能悟之者，可传圣道。老君曰：上士无争，下士好争。上得不得，下得执得。执着之者，不明道德。众生所以不得真道者，唯有妄心。既有妄心，即惊其神；既惊其神，即着万物；既着万物，即生贪求；既生贪求，即是烦恼。烦恼妄想，忧苦身心，便遭着路，流浪生死，常存苦海，永失真道。真常之道，悟者自得，得悟道者常清净矣。恭诵弥勒救苦真经。佛说弥勒救苦经，弥勒下世不灰轻，莲宝齐如灵山地，莲花映正考山胜，落在中原山心地。大正四川王桃心，天真收圆挂圣号，等待时至点神兵，云雷震开雾即图，天下神鬼不安宁。亲在人天中华母，九莲圣教归上圣，天花老母垂玉线，收圆显化在古东。南北两极连中训，混元古彻在中央。老母降下通天窍，无影山前对河童。婴儿要想归家去，持念当来弥勒经，用心持念佛来救。朵朵金莲去超生，是得西来白羊子。将儿点腿化成金，每日至心常持念，三灾八难不来侵。要想成佛勤礼拜，常持聪明智慧心，休听邪人胡说话，劳摔一马练如生。老母降下真天咒，用心持念有神通。满天星斗都下世，五方列仙下天宫，各方城隍来对号，报事灵统查得清。三官大帝慈悲助，赦罪三朝救众生，救苦天尊来救世，钦点文部接地神，八大金刚来护法。四位菩萨救众生，引领36员将，500灵官紧随跟，扶助弥勒成大道，保佑香儿得安宁。北方真武为将帅，青脸红华显神通，得其照其遮日月，头顶身罗七宝星。威震北方为帅首，肃清诸恶挂甲兵，搭救猿人香儿女，火光落地化为尘，四海龙王来助道，各驾祥云去腾空，十方天兵护佛驾，保佑弥勒去成功。
弘扬了道归家去，转到山阳弥勒尊，吾皇敕令记下生，收服蓝颜归正中，来往照下真言咒，传下当来大藏经，因而刹你常持念，结神不敢来近身，持念一遍神通大，持念2遍得超生，持念3遍神鬼怕，魍魉邪魔化为尘，修此劫内寻路径，练起真言归佛令。南无偏远太保阿弥陀佛，10叩，1叩，再叩，3叩，4叩，5叩，6叩，7叩，8叩，9叩，10叩手。恭受弥勒救苦真经第2遍。佛说弥勒救苦经，弥勒下世不非亲，灵宝齐鲁灵山地，莲花映正考山胜，落在中原山心地，大正四川王桃心，天真收圆挂圣号，等待时至点神兵，云雷震开雾集图，天下神鬼不安宁，亲在人天中华母，有莲圣教归上圣，天花老母垂玉线，周远显化在古东，南北2极连中续，混元古彻在中央，老母降下通天下，无以山前对合同，因而要想归家去，持念当来弥勒经，用心持念佛来救，朵朵金莲续超生，是得西来白羊子，将而点铁化成金，每日至心常持念，三灾八难不来侵，要想成佛请礼拜，常持聪明智慧心，休听邪人胡说话，劳衰一马练无声，老母降下真天咒，用心持念有神通，满天星斗都下世，五方列仙下天宫，各方城隍来对号，报事灵统查得清，三官大帝慈悲助，赦罪三朝救众生，救苦天尊来救世，钦点文部接地神，八大金刚来护华，四位菩萨救众生，引领36员将，500灵官紧随跟，扶助弥勒成大道，保佑香儿得安宁，北方真武为将帅，青脸红华显神通，得其照其遮日月，头顶身罗七宝星，威震北方为帅首，肃清诸恶挂甲钉，搭救猿人香儿尼，火光落地化为尘，四海龙王来助道，各驾祥云气成空，十方天兵护佛驾，保佑弥勒去成功，弘扬了道归家去，转到山阳弥勒尊，吾皇敕令系下生，周服蓝颜归正中，来往照下真言咒，传下当来大藏经，因而刹你常持念，结神不敢来近身，持念1遍神通大，持念2遍得超生，持念3遍神鬼怕，魍魉邪魔化为尘，修此劫内寻路径，练习真言归佛令。
南无天元太保阿弥陀佛，十叩一叩再叩三叩四叩五叩六叩七叩八叩九叩十叩手。爱享祈福诵经回向文，弟子姓氏姓名，请各报自己的姓名。姓氏吴丽香，姓女洪诗婷。愿将以上诵经功德，愿将以上诵经功德，功转成，回向于天地，回向于天地，回向于祖先，回向于祖先，回向于父母，回向于父母，回向于子女，回向于子女，恳叩请辞，弥勒祖师，南海古佛，地公活佛，月会菩萨，慈悲做主，祈求战争止息，世界和平，祈求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，自守自导，圣慈昭阁采纳，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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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感谢点完师领任各位前贤晚安，或许就导读到这里，谢谢。谢谢丽香组长导读，也谢谢各位点传师、各位领任、各位前贤大德一起诵经回向，晚安。很优秀的前贤了，晚安，组长晚安。晚安，很优秀的前贤了，晚安哦。感恩父前人慈悲，感恩各位点传师慈悲。简经理晚安哦，徐讲师晚安。江老师晚安，杨前贤晚安了，前贤们晚安了，感恩父前人慈悲啊！各位点传师、各位领任、各位副领任、各位组长、各位坛主、各位讲师、各位前贤们，大家晚安，大家晚安。